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明明自己每日做足12個鐘，死慳死抵，但係銀行戶口個數字好似俾人鎖死咗咁，點都突破唔到。反而身邊有啲人，你同佢食餐飯傾幾句偈，翻到去個客就無端端打嚟落單，又或者有啲人你只要同佢一齊搞生意，唔係電話壞就係車死火，甚至連原本穩賺嘅項目都可以臨門一腳撻低。你唔好以為呢啲只係巧合，蘇老師話齋。1命2運3風水4積陰德5讀書，但喺現實生活入面，真正最快幫你逆轉人生嘅方法係4識貴人。你努力咗咁耐都未發達，可能根本唔係你唔夠勤力唔夠醒，而係你身邊埋咗啲財路殺手，又或者你自己嗰個財富漏咗氣，你都唔知錢財係有腳嘅，佢會跟人行，你黐埋啲散財相嘅人，身邊你啲辛苦錢就會跟住佢哋一齊蒸發。相反，如果你識得分辨同鎖定嗰啲大財貴人，你根本唔使咁辛苦，時運到嘅時候，錢會追住你嚟揾。今日呢一集我就用蘇老師嘅獨門雙法同你深度拆解。嗱，邊啲人係專門幫人洗走財運嘅散財童子？邊啲人又係可以帶攢你飛黃騰達嘅人肉金礦？唔單止睇樣，仲會同你拆解佢哋傾生意、使錢、做嘢時候嘅真實行為模式。最後仲會教你點樣用行業命論去揾一個同你財氣互補嘅拍檔，同埋一個唔使花錢嘅獨家辦公室聚財絕技。你準備好未？由呢1分鐘開始，你要學識帶眼識財，因為識錯一個人分分鐘真係會窮3代，但黐啱一個人，旺你成條村都得。先講最致命嘅一部分，點樣一眼就掃出身邊嗰啲財路殺手？呢類人你見到佢要即刻醒水。唔好同佢有金錢瓜葛，唔好同佢夾份做生意，連借糧俾佢都要諗過度過。佢哋未必係壞人，但係佢哋嗰個相格同氣數本身就係留唔住錢，仲會將你嘅財氣一渠抽乾。有一種要極度提防嘅散財相啊，係鼻孔仰露，即係我哋俗稱嘅朝天鼻。好多人以為睇財氣係睇個鼻高唔高，其實錯晒。鼻梁高只係代表佢有賺錢嘅機會同自信。真正管到你留唔留得住錢嘅係個鼻頭同鼻翼，尤其係嗰2個鼻孔。商學上，鼻為財星，鼻孔就係財富嘅大門。如果一個人嘅鼻孔明顯向上掀起，你企喺佢正面水平線望過去，會見到2個黑過嶺嘅圓窿，完全冇鼻翼遮住。呢個就係財富門常開。呢類人唔係唔識揾錢，相反有啲人因為鼻梁生得高，佢哋賺錢嘅觸覺仲好敏銳，但問題係佢哋完全守唔住。蘇老師有個好貼切嘅形容：賺10蚊使12蚊，冇錢就問人借，有錢就扮大爺。呢個就係超天鼻嘅真實寫照。喺職場同商業行為上，如果你同一個鼻孔仰露嘅人做拍檔或者合作，你會發覺佢做嘢好大花筒，完全冇風險管理意識。明明嗰個盤啱啱先有少少利潤，佢已經計緊點樣換間大寫字樓，點樣買部靚車去沖撐場面。佢哋對金錢嘅態度係及時行樂，從來唔會諗積谷防饑呢4個字。你會成日聽到佢話使咗先係自己嘅，擺喺銀行都冇用。當你勸佢留翻個儲備金嚟應對啲客拖數或者淡季，佢會話你諗嘢太灰，唔夠大氣。就真係出事，公司戶口得翻3位數嘅時候，佢又會有急彩問你借。佢問你借糧呢嗰陣，個樣會好誠懇，對眼水汪汪咁話好快還。但你放心，佢轉頭如果有一筆新錢入袋，佢第一件事唔係還錢，而係去食餐好嘅慶祝嚇。因為你嗰筆舊債係佢心入面已經係過去式，佢個招天鼻只係望住前面有咩薪水可以吸後面漏走幾多，佢係睇唔到亦都唔在意嘅。如果你係打工仔，你有個朝天鼻嘅老細，你就要更加小心。佢可能年頭同你講今年業績好，會派好厚嘅花紅，但到年尾佢會同你講公司使大咗，前景唔明朗，叫你同公司共度時間。你唔好怪佢，因為佢真係使大咗，佢使咗喺一啲你完全睇唔到效益嘅地方，而佢仲會覺得我已經好有良心㗎啦。我最多係冇出花紅，我冇扣你人工啊。呢個就係佢嘅邏輯。第二種散財相，亦係殺傷力最大嘅一種，就係眼神閃縮不定。呢個係蘇老師上人術入面最核心嘅一關，因為眼代表一個人嘅心神，亦都係佢對財富真實態度嘅窗口。如果一個人同你講嘢，尤其係講到錢銀合約、借貸嚟啲敏感嘢嘅時候，佢對眼總係唔敢直視你。眼珠不斷咁喺眼眶入面左閃右避，或者望住你嘅嘴、你嘅額頭，但就係唔望你隻眼。你要極度警覺。
呢種眼神代表佢心術不正，佢好大機會係喺度計算緊你，佢同你合作。出發點唔係雙贏，而係睇下點樣可以用最細嘅成本喺你身上榨出最多嘅油水。呢種眼神閃縮同普通怕醜係兩回事。怕醜嘅人呢係會垂下眼皮，唔敢望人，眼神係向下收嘅。但閃縮嘅眼神係橫向漂移，係游離嘅，係帶有一種揾緊你死穴嘅不安感。我見過好多案例，有啲人拎住個好好嘅項目計劃書，拍晒心口話一定會賺大錢。但佢喺同你講解盤數嘅時候，對眼唔係望住張紙，就係望住你背後嘅窗。當你一問你嘅本金保障，佢眼神就會好快咁閃咗一下，呢一下就係破綻。呢類人佢哋天生嘅賭性極重，從易走捷徑。佢哋諗嘅唔係腳踏實地理財，而係諗緊點樣可以一鋪翻盤。如果你係一個穩打穩紮投資者或者合作者，同呢類人黐埋一齊，你會發覺佢經常會將你拖入一啲高風同險不明朗嘅局勢入面，佢會不斷咁游說你，驚咩啫？風險大回報先大啊嘛！到你一俾錢，佢個眼神就會閃得咁快，因為你已經上咗釣，佢開始諗緊下一個水魚喺邊。而且呢種人一旦出事係會第一個走佬嘅。當債務臨頭，佢個眼神會閃去別處，然後同你講：我都係受害者嚟㗎，我都唔想㗎。將所有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記住眼睛係唔講大話嘅。當你發現一個人喺講錢嘅時候，眼神定一定閃一閃，或者碌碌咁上下打量你嘅衣着名牌，你就要即刻閂埋你個銀包。一個人不論佢把口講得幾天花龍鳳，佢都係一條財路寄生蟲。第三種散財相就係嘴尖牙疏，說話漏風。嘴喺商學上叫做出納官，係掌管你食祿同埋說話誠信嘅地方。一個守得住錢嘅人，個嘴一定係唇厚有肉，嘴角上揚，而且講嘢嘅時候嘴型唔會亂咁擰。但如果你見到一個人，佢個嘴生得好尖，尤其係上嘴唇薄到好似一把刀咁，仲要微微向前塌，再加埋牙齒生得唔整齊，牙縫好大，講嘢嘅時候會有嘶嘶聲嘅漏風聲。呢個人係典型嘅有出冇入，佢哋唔單止守唔住財務秘密，仲會因為把口而破財。呢類嘴尖說話漏風嘅人喺商場上面係一個計時炸彈，佢哋好難保守商業秘密。你同佢講呢個新項目，我哋仲係初步構思，唔好揚出去住，佢會即刻話得啦，放心啦。但轉過頭，佢去茶飲或者同朋友食飯，飲多兩杯就會忍唔住用嗰把漏風嘅嘴同人哋透露：你知唔知啊？我哋公司準備搞單大嘢。佢未必係有心害你，但係佢天生就冇呢個守口如瓶嘅生理結構。佢把口唔單止漏風，仲漏財。佢哋好中意喺談判嘅時候，為咗一啲口舌上嘅快感，將自己嘅底牌毫無保留咁攤晒出嚟。明明你可以用100蚊傾成嘅嘢，就因為佢把口㗎。多一句其實我哋嘅預算係可以去到150蚊嘅，你就無端端唔見咗50蚊。牙齒唔齊、牙縫疏嘅人特別容易惹是非同埋破財。因為牙齒代表一個人嘅口德，佢哋講嘢好多時唔經大腦得罪咗人哋都唔知，最後搞到人哋要喐手喐腳打官司，或者暗地裏搶你生意，你啲錢就咁樣俾是非損耗晒。如果你屋企或者公司有個呢類嘴型嘅人，你仲要留意佢嘅使錢模式。佢哋好中意口噏噏就應承人哋好多嘢，例如同朋友夾份買嘢，贊助呢個贊助嗰個。到找數嘅時候，先發現根本冇咁多現金同呢種人合作。你一定要負責管數，唔好俾佢掂個銀包，更加唔好俾佢代表公司出去傾一啲金額龐大嘅合約。佢嘅才華可能喺創作、喺公關，但千祈唔好喺財務。如果唔係，你盤數就會好似佢把口咁，千瘡百孔，漏到一地都係。講完呢啲一黐埋去就會行衰運嘅散財相，你要開始轉換思維。身邊邊啲人係你嘅人肉金礦？呢類人係蘇老師認為你值得用盡方法去黐實嘅大財貴人。佢哋未必一定係好有錢、好有地位，但係佢哋嘅面相格局同氣場本身就係一個強力嘅聚寶盤。只要你同佢哋企埋一齊做嘢，你嘅財富能量就會不自覺地被提升。第一類你要黐實嘅就係鼻頭圓厚、鼻翼有肉嘅真財星。好多人誤解咗，以為貴人一定係鼻梁好高好直，其實唔係。喺財富嘅角度，最重要嘅係個準頭，即係鼻頭同鼻翼。一個鼻頭圓潤脹卜卜，好似一粒新鮮嘅蒜頭咁，
再加兩邊鼻翼厚肉可以遮住少少鼻孔嘅人，呢個係一等一嘅正財鼻。呢種鼻唔單止代表佢個人賺錢能力強，更加緊要係佢好穩陣，對錢銀好有責任感。佢哋對錢嘅態度係非常務實同尊重嘅，唔會亂咁投機，每一蚊投出去之前都會諗過度過，計過風險先會行下一步。喺實際嘅商業合作或者打工生涯入面，你如果跟住一個鼻頭有肉嘅老細，你會發覺佢好少會拖欠你人工，就算公司真係好困難，佢都會好清晰咁同你講，呢個月可能要遲幾日，但係我一定會搞掂。佢講得出就做得到。因為喺佢嘅價值觀入面，出糧俾員工係天經地義，守信用係聚財嘅第一步。呢類人唔會話好多好偉大嘅發達大計，佢哋好少同你吹水話，我識邊個，我哋聽日就要上市。佢哋係做多於講。當你同佢提出一啲好進取嘅諗法，佢唔會一盆冷水潑埋嚟，而係會思考一陣，然後同你拆解。呢度有風險，我哋試下用另一個方法行，咁樣安全啲，一樣可以去到終點。呢種穩陣就係你財富嘅保護網。如果你係拍檔，鼻頭圓厚嘅人係最佳嘅掌舵人，佢唔會見到人哋做虛擬貨幣賺錢就即刻撲埋去，佢會守住主業慢慢擴張。佢就係你人生嗰嚿壓艙石，有佢喺度，你艘船唔會咁易翻。而且好得意嘅係，呢類人通常都幾有食神，你同佢一齊食飯，佢會好中意帶你去一啲又平又好食嘅地方。或者係一啲好有地運嘅老店，喺呢啲地方傾生意成功率特別高，好似佢個鼻頭咁，識得吸財。第二類大財貴人就係耳後有珠嘅人，而且喺商學上面唔單止代表長壽同健康，仲代表一個人嘅福氣同埋直覺。尤其係耳垂，即係耳珠生得口大向前下垂嘅人，佢哋天生就好有福氣，而且心平氣和，好少會為咗眼前嘅小利而自亂陣腳。呢種人係上天派落嚟嘅風險預警機，喺投資市場或者做重大商業決策嘅時候，好多時數據同分析都冇用，最緊要係嗰一下直覺。耳珠口大嘅人，佢哋個腦好似裝咗一個內置嘅風水羅盤，咁一啲揾笨嘅項目，一啲會爆煲嘅投資，你同佢講，佢會無端端覺得個心唔舒服，好似有啲嘢唔係好妥。你唔好睇小呢句說話，呢個就係福氣嘅表現。我有次聽到一個好典型嘅例子，有位老闆本身係耳後有珠嘅人，佢手下一個熱命嘅後生仔好衝動咁提議公司要壓重注去搞一個新嘅科網項目，講到大有前景，成個管理層都俾呢個後生仔嘅熱情同數據說服咗，唯獨係呢位老闆，佢坐喺度摸住自己個後耳珠，沉思咗好耐，最後話計劃係好，但我硬係覺得個時機未到。唔好去咁盡，最後公司只係撥咗好細嘅預算去試水溫，結果3個月之後，成個行業板塊爆雷，好多重注嘅公司蝕到入肉。呢個就係耳珠口大嘅人嘅價值，佢唔會盲目衝動，佢哋嘅福氣會形成一層保護罩，罩住成個團隊。如果你身邊有呢類朋友或者前輩，當你做一啲重大金錢決定之前，你好應該請佢食餐飯，虛心問下佢嘅感覺，佢講唔出咩大道理。但係佢嗰句，我覺得麻麻地，或者我覺得玩得過，往往比任何會計師嘅報告都嚟得準確。黐實佢哋，你嘅財富就可以避過好多無妄之災。呢個就係人肉金礦嘅最高境界，幫你守住你本身已經擁有嘅財富。第三類大財貴人係地角飽滿嘅人，地角即係下巴生得圓潤有肉向前微微兜起嘅人，代表佢有底。即係有堅實嘅根基，唔單止係物質上，精神上都係地角飽滿嘅人，好少會因為一時嘅挫折就成個人散晒。佢哋好有韌性，而且好識得處理逆境喺財運上面。下巴代表你嘅晚年財富同不動產運。一個人下巴飽滿，代表佢能夠將賺翻嚟嘅錢轉化為實質嘅資產，例如物業、土地或者長期收息嘅工具，而唔係全部用嚟消費。喺職場同合作上，如果你跟住一個下巴飽滿嘅人，你會好有安全感。當市場好差，公司現金流好緊嘅時候，佢嘅存在就好似一個定海神針咁，佢會諗辦法去變賣一啲資產，或者揾到一啲你諗都諗唔到嘅資金渠道去解決眼前嘅困難。佢哋唔單止有底，仲好念舊，即係好有人情味。只要你係佢嘅開國功臣，或者係喺佢困難嘅時候幫過佢，就算你年紀大咗，生產力唔及後生仔，佢都會俾一碗安樂茶飯你食。呢種人脈就係最大嘅無形資產。
你唔好期望地角飽滿嘅人一開始會同你講好多甜言蜜語，佢哋好多時係比較沉默寡言嘅，但係佢做嘢好有交代。如果你要同人夾份開公司，或者要揾一個長期嘅合作夥伴，見到下巴兜兜、圓潤有肉嘅人，你一定要浸佢落搭，有佢喺度，呢盤生意先至有，後來先至可以做到老，食到老唔會晚景凄涼。因為佢嘅命格就係積聚，你黐住佢就自然會由散財變成聚財。講完呢幾款散財同帶財嘅面相，你可能仲係會問，但係人哋塊面又唔係 iPhone，冇得話解鎖就解鎖噶嘛，好多人係混合體噶噃。冇錯，呢個就係點解蘇老師嘅智慧體系入面，一定要結合寒熱命論去睇互動，因為單一個相格可能會因為佢出生月份而令到個結果有好大分別。你唔單止要識睇人哋，更加要識睇自己，揾出一個同你財氣互補嘅拍檔，呢個先係令你發達嘅終極捷徑。如果你係熱命人，即係喺西歷5月6號之後到8月8號之前出世嘅夏天人，你嘅性格衝動、熱情、決策快，你身上嘅財運好似一團烈火。揾錢嘅時候可以好狼好快，但係使錢同投資嘅時候，亦都係因為太快太衝動，成日冇諗清楚就撲咗埋去，好容易做咗大惡嘅點心。熱命人天生係一個前鋒，一口需要一個人幫你守住個龍門。如果你要拍檔做生意，千祈唔好再揾另一個熱命人。兩個熱命人走埋一齊，開頭係好好睇，鬥志高昂，但係一有喜事上嚟，大家鬥衝動，就會一齊衝落懸崖。你最需要嘅係一個平命或者寒命嘅人去做你嘅軍師同財務總管。平命人約莫3月6號到5月6號出世嘅春天人，性格平衡，分析力強，佢哋識得拉住你喺你想瞓身嘅時候，叫你留返一半彈藥。而寒命人秋天同冬天出世，佢哋冷靜保守，對風險極度厭惡。熱命人同寒命人合作係最經典嘅陰陽互補。當熱命人滿腔熱血話要攻嘅時候，寒命人會潑冷水話唔好。呢度有3個破綻啊！雖然你好唔重耳聽，但呢盆冷水往往救咗你條命，保住你啲辛苦賺返嚟嘅錢。所以熱命嘅朋友，當你見到一個鼻頭圓口耳珠大，但係好沉默寡言，做嘢好似好慢嘅寒命人，你唔好嫌人哋煩，你一定要找佢做你嘅拍檔，或者至少喺你做重大投資之前，單獨請佢食飯問意見。翻轉，如果你係寒命人，冬天出世，你嘅問題係太保守、太識得守，但係唔識得攻。你可能會將錢收得好穩陣，但係因為太過驚青，錯失咗好多賺大錢嘅機會，搞到啲錢喺銀行度俾通脹蠶食晒。你呢類人身邊一定要有一個熱命嘅財星。呢個熱命人最好就係擁有超天臂，但要眼神正直，或者鼻梁高挺嗰種，即係好識揾錢但係守唔到錢嘅人。你哋兩個合作係天作之合。佢負責出去打獵揾機會，衝鋒陷陣，將隻獵物拖返嚟，你就負責喺後方睇實個糧倉，將佢揾返嚟嘅嘢進行分類儲存啊，同埋增值。呢個就係完美嘅財富鏈。好多成功嘅企業組合都係咁，一個好似火咁向前衝嘅行政總裁，一個就係好似冰咁冷靜、本數好叻嘅財務總監。所以寒命人，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冇發財命，只係你嘅發財命係要透過一個信得過嘅熱命人去做你嘅財腳。當你見到個鼻頭好有肉、下巴好兜嘅熱命人，你要主動同佢建立關係，因為你嘅冷靜係佢缺乏嘅。你哋嘅合作會產生好強嘅聚財效應，呢個就係財氣互補，唔係齋睇一個人嘅相，喺成個團隊嘅相，唔同命格配搭唔同面相嘅貴人，呢個係動態嘅風水，係行路嘅風水。你只要搞清楚自己係邊類人弱點，喺邊再去鎖定，可以保到你弱項嗰款人肉金礦。你根本唔使再盲中中咁撞板，學完點樣睇人之後，就到環境嘅配合。好多人話我身邊好多散財相嘅人避無可避，點算？又或者我識咗個大財貴人，但我成日覺得啲運氣爭少少，點樣先可以再推旺佢？呢個時候就要出動蘇老師極少公開嘅獨家聚財法——明財位聚氣法。你唔使去買嗰啲幾千蚊一隻嘅貔貅，亦唔使搞到成屋神壇，咁只需要運用最簡單嘅空間邏輯。首先，你要揾出你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明財位。明財位好簡單，就係你推開大門之後，望住嗰間房或者個廳，距離門口最遠嗰個對角嘅角落位。呢個位係成個空間氣流最匯聚嘅地方，係專門管留住財富嘅。
有好多人無意識地就將呢個位用嚟放垃圾桶、放雜物架，或者放嗰啲一年都唔喐一次嘅舊報紙。哇！呢個直頭係同自己倒米財位，最忌污糟邋遢，最忌雜亂無章。你擺垃圾喺度，你嘅財氣就係同垃圾一齊發酵，越積越污糟，點會好？所以第一步係即刻清理呢個角落，將啲雜物、舊書、爛咗嘅電器全部送走，用清水抹乾淨，令到佢保持正。當個位乾淨之後，你就要擺放一樣嘢去催旺。佢蘇老師教路最好嘅方法係放一盆大葉嘅常綠植物，例如發財樹或者黃金葛。點解要大葉？因為大葉可以擋煞，同時可以進行光合作用，帶動個位嘅生氣流動。千祈唔好放仙人掌或者有刺嘅植物，呢啲係化煞用嘅，擺財位會刺走你啲財氣。重點嚟啦，淨係放一盆植物未夠，你要做一個激活嘅動作。揾一個全新嘅例，侍封入面放一啲新銀紙，唔使好多象徵式就可以。然後將呢封利是掛喺盆植物嘅枝幹上面，或者係用個靚靚地嘅石頭壓住佢放喺泥土上面。呢個動作係同宇宙落訂單，話俾個氣場知呢度係我嘅財富，我而家落訂啦，錢會自己走過嚟積聚。呢盆植物你要悉心打理，保持佢綠油油，唔好俾佢黃，唔好俾佢死。如果佢唔好彩黃咗，即刻換個盆新嘅，因為植物嘅狀態就係反映緊你嗰排嘅財運。你見佢開始枯，即係提你都要睇下自己盤數，使唔使整頓。對於打工仔嚟講，可能張台冇位擺植物，咁你就可以用我之前就講過嘅青龍飲水局，喺辦公台左手邊放一杯每日更換嘅清水，保持個氣場流動。同時配合你鎖定咗嘅大財貴人同事，同佢多啲一齊食飯，多啲埋堆，水嘅流動性就會帶動你呢個黐金康嘅動作更加順暢。呢啲都係有根有據嘅風水互動，而唔係迷信。你要記住，環境係養人嘅，你佈置好呢個聚財位，你就會潛意識咁對錢財更加認真、更加尊重。呢份尊重自然會投射到你日常嘅財務決策上面，形成良性循環。歸根究底，你之所以做極都唔發達，係因為你成日將精力放咗喺錯誤嘅人身上。你同個散財童子講心唔講金，佢會同你講金又傷你心。一個人面相上面嘅缺陷，反映嘅就係佢性格上嘅漏財缺口。你唔好諗住用你嘅努力去填補佢嘅缺口，因為佢個鼻窿係無底深潭，你填一世都填唔滿。所以由今日開始，你要做一個格渣大師。你唔需要去教育嗰啲招天避嘅人點樣慳錢，因為佢哋唔會聽。你亦唔需要去拆穿嗰啲眼神閃縮嘅人嘅騙局，因為你永遠叫唔醒一個裝睡嘅人。你最需要做嘅係行開，將嗰啲散財上嘅人從你嘅核心財務圈、合作圈甚至飯局圈入面隔離出去，唔好同佢有金錢上嘅瓜葛，唔好隨便借錢俾佢哋，唔好貪佢哋口甜舌滑就夾份做生意。你只要做到止損，你嘅財富就已經唔會再無故流失。呢個係轉運嘅第一步。第二步就係主動出擊，去黐實嗰啲鼻頭圓口啊！以後有豬地角飽滿嘅大財貴人，唔好怕醜，唔好覺得係高攀。你要明白貴人係需要用出嚟嘅。你只要夠坦蕩、夠勤力、夠忠誠，貴人係好樂意俾你黐嘅，因為佢哋都需要一啲可靠嘅左右手。你可以請佢食飯，虛心請教佢對一啲項目嘅睇法。你可以喺佢遇到困難嘅時候主動企出嚟幫手。呢啲人情投資回報率係千倍萬倍，因為佢個人肉金礦嘅氣場一旦同你連接，佢嘅福氣同穩健就會過啲俾你。你嘅思維都會慢慢由點樣賺快錢變成點樣穩穩陣陣咁建立財富版圖。第三步就係做好自己嘅本分。利用青龍飲水同明財位嘅環境佈局，將呢份睇人嘅智慧同空間嘅能量結合埋一齊。你要記住，你嘅人生你係唯一嘅主角，你唔可以控制邊個出現喺你生命入面，你可以決定邊個可以留低。蘇老師成日講一句說話，我覺得比任何風水口訣都更值得銘記。好運唔係天跌落嚟嘅，好運係自己保護出嚟嘅。當你學識帶眼識人，睇穿財路殺手，鎖死大財貴人，再用環境氣場加持，你好快就會發現，你唔再需要日做夜做去追錢，而係錢會開始追住你嚟走。呢個就係識錯人會窮三代，黐啱人旺足一生嘅真正奧秘。由今日開始，同嗰啲散財嘅渣在割席，向你身邊嘅人肉金礦進發。你嘅發達之路由帶眼識人呢一步開始。